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4月初8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1篇第1节到第4节，15节到第16节。耶利米哀歌第3章第1节到第9节，19节到24节。彼得前书第4章第1节到第8节。马太福音第27章57节到66节。今仔日要给大家3节分享的主题是为主来活。麦总对当祭司军对耶稣基督的人来讲是一个真困难的事，因为对因来讲，这条路已经是完啊，无有望啊。因为咱所看到保罗伫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基督徒看面的中间，安尼讲着，兄姊妹啊，有关着死人的代志，我望恁知影一寡事，免得恁忧伤，亲像遐个无有望的人。是啊，耶稣死啊，因为安尼就要互人埋葬啊，所以学生就感觉讲因的前途完啊，每一个人拢走灭起来。但是因煞袂记起耶稣基督的预言，伫3日了后就要搁活。耶稣的完，毋是完蛋的完。埋葬毋是绝望，是新生命的望。完伫英语的了解有几个无共款的赞词，咱讲完啊，会通讲 done、finished， 但是嘛会通讲 game over， 这是非常负面的一个讲法啦吼，无有机会啊。就是讲耶稣对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，伊的完是完成，英语讲 completed， 也是 fulfilled。耶稣基督完成人子的工作，成就了以马内利的应允，所以伊伫十字架顶特别长开进前讲完成啊。然后面对十字架的这个酷刑来讲，伊是互肉身来结束，完成上帝的救恩。埋葬对一般的人来讲是盖棺论定，但是耶稣基督以及基督信仰的军队，则却是未定论，因为还阁有继续。因为耶稣基督的任务是要来赢过阴间的权柄，3日了后要搁活，就亲像伊的预言所讲的话。但是亲像人咧面对至亲的离开埋葬亲人，总是有济的毋甘，也有着这真深沉的感受哀伤。耶利米哀歌第3章嘛是安尼讲，想起我的痛苦甲流浪，实在是真苦的毒药。我不断想这的事，我的心灵就真无法度讲话。当我想起另外一项事，希望就又搁重新倒起来。上帝的慈爱永远无断绝，伊的怜悯永远袂煞，亲像早起的日出，安尼会升起，亲像日头对东边升起来遐尔的确实。上帝是阮所有一切。阮将望来寄托伫伊。
耶稣基督的安葬是一个真正神奇的新约啦吼。有几个角度来看，第一个，这是当初时实在是无可能发生的代志，因为各骨头山，佮称做死人骨头山，大部分人伫遮来接受着行刑的人，是无有人愿意来领的。第二，阿嬷阿玲马太的财主约瑟，必须爱出头，互人知，伊要来申请替耶稣的身尸，然后埋葬耶稣基督伫因家己的墓园内底。对当地市来讲，这是真正勇敢的决定啦吼。第三，因像台湾人的习俗共款，这会感觉安尼带衰，所以因无要讲着死，认为迄是真麻烦的。第四项，伫政治上的禁区，伫迄个极权的时代，即种政治的刑罚会处理的人，朋友，有啥物人敢去认死领死？安尼就一定会带来着歹运啦吼，所以因通常无安尼做。第五，宗教人士拢目睭金金地看，因真容易就会受到当初时的这个族群文化家族的压力来甲伊摆脱啦。虽然埋葬耶稣基督是一个压力极大的困境伫头前，但是嘛，因为安尼，上帝就透过埋葬互这个耶稣基督的死亡埋葬，佮我会当成做迄个彰显上帝大快乐的代志。因为相信基督徒就要领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改变了生活，甲主同死人各活的新生命。彼得前书安尼讲：既然基督伫肉体顶悬受苦，恁也应该用相款的心志来装备家己，因为肉体顶悬受过苦的人，已经甲罪恶断绝。对单以后，恁要伫世间所剩的日子，要受上帝旨意的管辖，要阁受人的欲望的控制。进前恁浪费时间做异教徒欢喜的事，生活伫淫乱、情欲、好酒、宴乐、乱思念、甲通怨恨的五常的崇拜条件。现在恁无阁再甲因做伙晃动无准则的生活，因感觉真奇怪，来侮辱恁。可是恁一定要用迄位将审判活人甲死人的上帝来交笑。为了这理由，福音捌传互世人，互遐会对伊的人，共款伫肉体顶悬受审判。通好互因的灵魂来甲上帝做伙活底。比如讲，万事的结局已经到，恁着爱谨慎自守，来敬虔祈祷。更较重要是爱彼此真诚的相听，因为听会当消除所有的罪恶。
而且所在脉中会当看起是要彰显上帝迄个完成的救恩，就亲像彼得所讲的万事的结局拢有够啊，是结论。是透过耶稣是基督死亡受埋葬来彰显出来救恩甲新生命，所以咱着爱来为主来活，真做见证。这个透过耶稣基督的死亡埋葬。来彰显出来的救恩甲新生命，是值得咱期待来领受的恩典。诗篇31篇第1节到第4节，15节到第16节。上主啊，我靠你做我的保护，求你互我永远袂失败见效。你是公义的上帝，求你解救我。求你按耳孔听我，赶紧来救我，做我坚固的石盘，做堡垒来拯救我。你是我的山岩，我的堡垒。求你照你的名来带我，引带我。人暗钱中间来设罗网要网我，但是你有救我脱离，因为你是我的堡垒。15节，我一生伫你的手中，求你救我脱离对着的手甲困逼我的人。求你用你的面的光照你的仆人，照你慈爱，照你的慈爱来拯救我。感谢耶稣为着我来牺牲，感谢上帝赏赐安尼的恩典。求主帮助我来离开罪，安尼的苦难，互我每一个人拢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所带来互阮的救恩，互阮伫罪内底来死，伫基督内底搁活，得到荣光来归乎主耶稣